带观众朋友来看这新闻，即菲律宾指控讲，中国伫咧南海黄岩岛附近的经济海域有增障碍物，阻止着这菲律宾的渔船入去掠鱼。菲律宾的渔民也指控讲，去到这掠鱼会去互中国的海警赶走，严重影响着因的权利还个生存。我先前镜头翕到中国海警单位伫南海黄岩岛附近的经济海域，局部设置漂浮障碍物，让菲律宾的渔民无法度入去遐掠鱼。菲律宾的海华防卫队表示，伫你的例行巡逻期间，伫这个海域发现漂浮障碍物，估计长有到300公尺。Ng rubber po nila, putulin. Minsan ay babantayan namin ng bangka. Hindi namin paputol kasi yung pundo namin hindi na namin makuha eh. Putulin nila eh. Mga sadyong po, mga kinukuha po nila, mga laman dagat lang talaga. Katulad ng mga palos, bago mga taklobo, yung mga kawikan. 菲律宾渔民也讲，只要想要去这个所在掠鱼，就会和中国海警赶。甚至有渔民的渔船不互因冲浪，严重剥夺渔民掠鱼的权利，也个影响因的生活。菲律宾政府顶礼拜发影片，指控中国伫南海地区大规模破坏环境，造成大量的珊瑚礁白化。因若中国是颠倒要求菲律宾赶紧拖走林奈达非法扩大的军舰。不要利用虚构的信息编排政治闹剧。如果菲方真的关心南海的生态环境，就应当尽快拖走在仁爱礁非法坐滩的军舰，停止向海洋排放污水，防止持续生锈的军舰对海洋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其实，这边发生漂浮障碍物经济的黄岩岛，是伫菲律宾鲁松岛西边240公里，离中国海南岛有900公里。根据1982年决议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世界各国对的海划200海里，差不多370公里内自然资源有管辖权。不过中国是讲对规个南海拢有主权，并且伫2012年伫菲律宾的手内夺走黄岩岛的控制权。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译。